好，来继续来看这个小机会。最近抽验卖场甲母婴用品店，专门咧互幼囡仔在食用白米做的副食品，20件有4件重金属镉的含量超过标准。不过这业者来发冤枉，讲因使用的原料拢是甲农粮署购买的国产米，这嘛互真侪家长真惊讲，那呢3岁以下婴幼儿敢会当放心来食公牛米饭咧？农粮署长今仔日来挂保证，讲这个公牛米绝对安全。伊讲伊自细汉就是食台湾米大汉的，嘛无软卡。看那个10点回温。你不是这样，署长夫人会不高兴。我叫做胡忠义，我要主义。要中兵。逐嘴拢是正港的台湾味，因为疫情关系，若无法度出门，食啥物较好？唔免食苦，嘛会使食补。只要加热就使烹上刀的蚵仔鸡肉，要有这个甜甜的点心拍开就会使食。农粮署甲国内食品加工业者合作推出台湾农产品做出来防疫防灾食品。不过，同款是台湾米做的这个红眼副食品，有4项好消机会验出价超过标准。这一碗公牛米煮的白饭，3岁以下囡仔食了，敢真正无问题。至于小朋友吃米饭有没有问题？这个要问卫福部，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从小就是吃台湾米长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台湾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奶粉，我现在有软骨嘛。辅导器做那个婴幼儿吃的稻米，我们有办法种出来符合婴幼儿标准这个背景值标准。婴儿的标准，这个如果他们要吃的话，还是要问卫福部比较好。要是3岁以下，其实他的量很少的。不过这个我不便回答，我如果一再回答，把所有卫福部全部讲完，卫福部都来关起来呢。啊，所以老蒋啊，饭红食，唔好全部甲那米拢起来食了了。农友敢有法度种出适合红眼食的米？农粮署讲，这都要问卫福部。农粮署嘛讲，环境中的重金属真难以完全零检出，不过公牛米的检验拢是符合规定，爱大家放心啊食饭。